苗栗南庄为到璀璨满赏的地方特色，有几多大大小小的补助资源，软体、硬体建设很过多。公部门提出的绿美化，无论是告示牌、路红的标示、废材叶表，还加入口意向一道，对田中下的地方美好有乜嘅帮助呢？上来一道环境艺术，係为到观光客来打造。冇就係應該揀重點，用啲菜天然咯。嚟看下人哋嘅報道。規劃紅度嘅店家賣各種各樣嘅產品，老年漸漸嚟用嘅，本人看做係苗栗南莊地方發展嘅象徵。透過不是用鏡頭來結南莊嘅營養師李正義，看到一條變化，心肝頭度該吐痰。我將個頭規劃上，嗰度無啊命啊，頭生活都改變上，都改變上大，上需要高速路嘅行嗰條路，嗰條路原來嗰屬主嘅呢條位數，我差唔多嗰6個嗰條路，嗰條個細路嘅，下班人出來咧，出來嚟㗎，變天對啊。對後生嘅時節，李正傑就用一種種嘅相片記錄南莊，限睇南莊礦場就係關係金錢，協下礦工實物做事嘅用嘅。透過南莊建議礦業韓國多數嘅亞產業嘅發展起來，最近係實物發展觀光旅遊，落街都會店家社區必到上年下上載嘅作為各種嘅扛棒。30年前就回到南莊，同時帶動景觀隔壁店發展嘅業者。生意為南莊市因為係減少東西，唔係在個家庭買嘅。你路上看到啦，裝一張乜嘅石牌啦，燉一隻石牌啦，石牌面當揭示啦，佢表面慢慢就發到發特別薄，對你嚟講，就講是一種視覺暴力。南莊鄉公所講，落街企業店家如係私人產業，也係無此地，也係相關嘅獎勵措施，將做得土地開發，還擺咩期望上劇內鋪做得有強勢，向下來維護南莊落街嘅形象。然後未來的維護管理，我們一樣是委託給各村社區，但是就像我剛剛講過，我們有一個評分的機制，作為未來我們再去跟上級機關要資源的時候，來做一個參考。參考以後。當社區來或者是各村來告訴我們這樣回饋的意見，跟他想要做什麼時候，我們也會告訴他當初有哪些項目可能在維護管理上沒有做得很好。除了規劃項，13間落街韓國係南莊新嘅觀光景點，也即係本單係礦業，多數嘅亞產業嘅運輸天數會經過嘅素材，等等產業嘅變化，點錢嘅規劃，最區優秀又有特色嘅店家落來，再個發展起來。唔單止作為創新嘅入口意向，苗栗縣政府今年9月韓國按算提13間落街，同對岸嘅南港村落街，附圖30間老店嘅，韓國20間文藝青年嘅店嘅，用前瞻計劃補助嘅經費3060萬元，本3年來做空間改造，希望落街嘅方法再個本人看到。如果地方環境美化，真是就愛時態前下。最早發起社區營造嘅南莊地方人士帶得錢，就利用自家落下門頭嘅空間，種特色嘅植物來美化環境，刺通來維護康嘅都嘅景觀。花很多錢，花落去冇得冇得嘅。唔係講鼓勵像一般嘅100項物件哈，做嚟自家屋面先種啲花落去，變用花行下講啊，唔會花落必薄啊，所以我花會變化先大啊。身作山當好風光，風來行水透心涼。寫詞記寫出對南莊嘅感情。南莊國小先生有一方面作品，韓本官方並替國小外表做裝飾。有一方認為裝頭地方意象嘅產生同經驗，來地方嘅意思來參與。在地嘅人用乜嘢參與嚇，一種共同嘅一種討論嚇，慢慢形成自家嘅意象出來。要下唔好嘅地方，所以講，有啲係工廠線嘅要嘛嚇，佢可能做實際樓做乜嘅東西啊，但係冇採地嘅意見，冇採地嘅討論。採地藝術家韓國認為，南莊無論係入口意象，也係街區嘅廢材，都應該同採地嘅故事融合落來。睇嗰陣寫寫嗬，嗰隻河濱南莊嘅巷嗬，當到嘅磨害。睇嗰陣而家將南莊嘅時新區嘅單位嗬。
透过冷天的时候，规家旅游遐哦，当多嘿，你也看无诶，系啊，你也看无。所以讲南庄的意象，可能太家较伫的是那种采矿啦、林业啦、茶叶啦，韩国农业啦、港田、丝沃的掠到啦。屯菜地产生连结的表面废材也唔係無理嘅，大埔農工嘅先生就帶同學生嘅接觸地方嘅泥土來做表面嘅美化工作，從富士諾貝表面上嘅都係學生嘅作品。我都有去問那些人然後的需求，然後我們再去做一些彩繪。當到彩體嘅，當到嘅認識吼，當翻譯啦。唔係講很突兀這樣子，因為是說融合或是融入在地的文化。喺三灣鄉女灣村韓國有後生嘅藝術家，帶動眾多嘅青年呢，為到自家嘅種頭來畫，一定照地方嘅需求來設計。一擺八個係告示牌，目的係愛警告當地嘅高路人注意啥色差，未爆出彩體嘅故事。唔係本觀光客外地人看呢，因為係做本因哋自家看呢，因為因哋總頭經驗開路，倆有青頭太茶來去，有青頭地方真危險，所以因哋做倆嘅牌嘅，不用到倆到地方，本因哋自家體現因哋自家那邊愛生意，然後那邊有乜個變化。民國99年起始，農委會推動農村再生，按農村有新嘅面貌。鼓勵民眾多去農村遊料，唔過提名該多遊客都能參考潛入廢材嘅表面來協商打卡，使知道各地上作業來好。唔過另外話屯菜地無關係嘅廢材也係一條意象，實在係屯中頭用夾唔起來。講我用美感傾向人屯環境和諧關係嘅環境美好。本但生活喺中頭嘅菜地人就係主角，唔應該物嘅就愛上到觀光客好物嘅。